那年盛夏，蟬鳴闊草，陽光像無數根金針，刺得人睜不開眼。我站在青春期的岔路口，迷茫得像走進了迷宮，找不到出口。升學的壓力，對未來的茫然，像兩塊巨石，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。就在那時，我遇見了他，一位教歷史的老師，嚴厲卻又充滿熱情。他並非班級導師，卻是我生命中的一盞明燈。第一次見到他，是在學校圖書館的一個角落。他戴住一副黑框眼鏡，埋首在一堆古舊的書籍中，與世隔絕。陽光透過高高的窗戶，在他略微花白的頭髮上灑下一片光環。他抬起頭，看到我，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，眼神中帶住一種洞察一切的智慧。你是小林吧？對歷史有興趣？他的聲音低沉而溫和，像一杯暖暖的熱茶，驅散了我心中的不安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點點頭，走到他身邊，將我對未來的焦慮和迷茫，像到豆子一樣傾訴給他。老師，我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做什麼，成績不上不下，好像什麼都學不好。我的聲音帶住一絲哭腔，像一隻迷失方向的小鳥，渴望得到庇護。他靜靜地聽住，沒有插話，直到我說完，才輕聲說道：孩子，人生就像一場長跑，有時領先，有時落後，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的節奏，堅持下去。他的話語像一陣清風，吹散了我心中的烏雲。我抬起頭望住他，眼中充滿了期待。可是老師，我連自己的節奏都找不到啊！他微微一笑，指住手邊的一本歷史書，答案就在這裡。你要學會從歷史中吸取力量，找到自己的興趣和方向。從那以後，我經常去找他，請教歷史問題，也向他傾訴我的煩惱。他總是耐心解答，循循善誘，像一位慈祥的長輩，引導我走出困境。他告訴我，學習不僅僅是為了考試，更是為了開闊視野、豐富人生。他鼓勵我多讀書、多思考，不要被眼前的分數所束縛。記得有一次，我的模擬考成績很不理想，心情跌到了谷底。我跑到圖書館，向他抱怨自己的笨拙和無能。他放下手中的書，走到窗邊，指住操場上正在訓練的運動員，你看他們為了提高一點點成績，要付出多少汗水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穫。他的話語像一記警鐘，敲醒了我。我開始更加努力地學習，不斷探索自己的興趣，最終發現了自己對歷史的熱愛。在他的鼓勵下，我開始參加學校的歷史社團，閱讀大量的歷史書籍，並在歷史競賽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。我深深地感激他，不僅僅是因為他教給我的知識，更是因為他給予我的啟發和鼓勵。在他的指引下，我逐漸找到了自己的方向，並立志要成為一名歷史學家。我不再迷茫，不再焦慮，因為我知道只要堅持自己的夢想，就一定能夠成功。如今我已經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學，正在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奮鬥。我常常想起他，想起他那充滿智慧的眼神，想起他那溫暖而有力的話語。能遇見他實在太好了。這句話不僅僅是對他的感激，更是對青春的感恩。因為他，我的青春變得更加充實，更加有意義。他就像一顆指路明燈，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，也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。